来关心国际消息，咱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伫韩国出车祸。根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旅行团坐游览车，结合一台轿车撞到，有一个台湾旅客即目背是刺着伤。操团旅行社伫第一时间有回报台湾的关公司，游客是轻伤无大碍，已经换一台车继续行程。游览车和超过中线小客车弄到了后，头前冒入去，小客车是车头用要转毁。这车祸发生在下3中昼左右，台湾旅行团坐车经过古济市发生车祸，游览车顶员一个40多岁台湾旅客受伤，领队马上联络当地警局，各带团员去看医生。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形，马上就是陪同这位旅客去就医。那目前所有的旅客都已经继续他的后续的一个行程。关公司表示，这一团由东南旅行社办理的虎山团，含领队有19人，旅游时间是为这个月初2到初7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有10个受影响的团体到病院检查治疗。其中一个人目睭边刺伤，较真伤势无要紧。旅行社已经换游览车继续行程，因为旅行业者有照规定投保，相关支出确定拢有保险来理赔。我们旅行社的那个保险会有包括意外啊，或者是不便险啊，或者是伤害啊等等的都会做处理。的就医都可以有保险来支付吗？对，没错。多是许多旅游大会、旅行公会提醒民众，对团的时阵选择合法的旅行社，业者受关公司的规范，拢会替旅客投保，必要时阵应申请理赔。若是自由行的旅客，应就近向外交部驻外单位寻求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